拉姆，上一点吧，我看。因为眼睛去了看，是哪个？上面是谁？这个上面。俩不动，俩不动。那个，很乱过去了。没拍吗？拍了，画不小倩上去来，小倩。哎呀，放不行吧？放别的。放别的，对，放别的不会的。龙包球知道吗？
有安全感吗？你说2段吧，唱2段。啊，放里，有往这放呀，哦，哎呀，鸭子好鸭子，太好了，有往这，哎，对对对对。哎，也会跳啊，要按上去跳吗？对对对，你自己跳吗？慢慢来一点。不，你别过来，你回来，搬头回来。可以。这个你看一下。八岁。
手就放了一半，明白了没有？看了。你没把那个边框，没把那个边框调节出来，你就知道你的路还有没路。你看这个变焦镜头有个什么好处？你比如说这样的。拍一会儿，然后你比如说拍一会儿，你先把它再拿下去。都跑了呢。就这样拍的是吧？没事没事。要列入到咱们这个摄影行业里，就是好像不再跳舞了，他。欢迎新进来的，欢迎新进来的。这个是对焦的。伸手击酒，也跳过来的，跳来的，跳来的嘛。你都叫什么？伸手击酒，这个我不会，太多新闻。其实有点老，这个只是跳的少。真是。
话，可能会现在去。前头直播间有，偶尔直播间，毕竟没有坚持。这会儿都还没上去，然后就开了。你说那个好久的事？他走之前我给，说前几天。他走之前。哦，对啊，就是我觉得他走很久了，小他弟弟，好小，我看你那个安卓的就是，苹果的看起来有点，安卓的看起来就在新生配的。观察一些见识嘛。